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耶。野外，我即届是主动跟他要求说，我来帮你代言背书这条歌。太开心了。但这条歌内面有一首歌叫《占卜鸟》占卜鸟，咱可能唔知啥物叫，大概介绍一下。占卜鸟是我们泰雅族里面叫做喜亮的一种鸟，然后中文叫做秀眼画眉鸟。那它可以帮我们占卜说，今天要出去工作是吉还是凶，有没有好的预兆这样子。对，所以我听到里面的歌，我深受感动，太迷人了那种惊艳溢于言表，所以我说亚伟，我帮你代言占卜鸟。对，因为我个人选好东西都要介绍朋友知所以这个是我主动要求要帮他讲的占卜鸟，希望大家喜欢，或者是应该的，让你的好作品让更多人知道谢谢好，谢谢你啦，谢谢。